Hello， 大家好，早晨，我係阿 Pat 啦。今日同大家開箱分享嘅係已經有90年歷史嘅品牌紐崔萊 Nutriray 嘅植物蛋白素。佢係100% 全植物萃取嘅蛋白質，嚟自大豆、豌豆、小麥3種植物來源，每一罐有450 gram。罐嘅上面呢，仲內含咗營養嘅資料添。佢不單止係零膽固醇、零乳糖，所以係健康冇負擔。入邊嘅蛋白質每一個 serve 係8個 gram， 提供9種人體無法合成嘅必需氨基酸，補充每一日基礎嘅營養。有助肌肉生長同埋增強健體。每一罐都係獨立密封，確保佢係安全同衛生。大家睇下入邊嘅粉係幾咁細滑。呢個羹每一個 serve 就係8個 gram 啦。佢嘅品質係達到國際公認評價最高嘅標準。除咗可以直接飲用，亦可以配搭其他食物一齊進食。嚟到買翻罐，同我一齊更加健美啊！